新地0016屯門兆康 Novoland 第3尾期周二24日公布首張價單108伙，折實平均尺價11,398元，入場費299.88萬元。新地代理執行董事陳漢倫表示，項目明日起收票，最快下周開售，最快周末加推提價單位。目前暫錄逾2000人次參觀現樓及示範單位，亦研究延長開放時間。為配合項目銷售，亦夥4大代理行推置業優惠，當中中原地產為首10組買家提供1年總值約14.82萬元的租務管理服務，美聯物業為首10名買家提供總值15萬元置業購物禮券，香港置業為首10名買家提供總值14.88萬元的入伙大利是，利嘉閣地產為首100名買家提供總值14.8萬元智能家電禮券。Novoland 第3尾期首張價單提供108伙，包括7伙開放式戶、12伙1房戶、65伙2房戶、24伙3房戶，實用面積259至686平方尺，價單定價352.8萬至912.5萬元，價單尺價12,307至14,810元，扣除優惠後，折實售價299.88萬至775.62萬元，折實尺價10,461至12,589元。